台中的新盛景奖中局最近推出新的布袋戏短片《无名岛》，运用大量的动画，也用这拍电影手路来制作，希望运用现代技术和媒介，让布袋戏有新的舞台。听讲，修炼旭道门的刀法，若会顺生者，可以超脱未来。 小配刀，即时再见。刀者为了追求一部刀法，后来选也真注意的心魔。这出布袋戏《无名岛》是新盛景奖中局推出的短片。导演讲，这是以受陆俄战争和心境启发所写的剧本，伊希望透过战胜心魔来传达为和平、为别人设想的理念。刀者伊原本是要追求伊上厉害的武功，不过最后应该是毋是要追求这个物件，伊是要追求。 和平这件代志，嘿，所以讲无名就是不追求名，不追求道，无名道安尼吼。新盛景奖中局是导演的老爸朱千贵先生伫1996年经办的，后来老爸伫2015年破病过身，由大兄朱胜甲接手，和小弟朱尚普做辉煌。运用动画的传统，应甲传统的影台金光戏改做光调导演，但个挑战大荧幕的布袋戏。朱尚普希望，互传统艺术对时代变化有新的舞台。人吼对好故事的一个追求吼，是永远拢是伫遐吼。 每一个社会、每一个时代拢共款吼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媒介无共尔。互人为以前的这种传统布袋戏，一直变做金光戏，一直变变成这个电视的布袋戏吼。其实咱一直咧做一个变化吼。导演表示，新作品《无名岛》目前当地无主，10月20日伫高雄电影节会为着映会和座谈。导演嘛讲，新盛景奖中局记录来，直直咧实验新的做法，就是希望互愈侪人看到布袋戏迷人的所在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